继续来看金门的海巡署成功来拿查到中国籍的运补船，也就是海上的加油站，拢甲因押转去金门来侦办。讲中国的渔船，都是因为有这个运补船的资源，才会安尼拢无咧惊，甲咱食过界，食够够。前方的大陆游轮，前方的大陆游轮，麻烦你停船。 咱前出现一只中国铁壳船，色水是乌果青，无青就是一般的渔船。船长不要蛇行，不要甩尾，接受检查。不管海巡人员安怎经过，这只船只也是蛇形，想要骗开海巡。其他大约7、8只船只看到海巡人员挖进，马上逃走。不停船，我人要上去登检了。 可能袂听了后，海巡人员挖进，而且跳上船只，上船了后发现顶头果然无起火，是300多吨的柴油，才发现原来这只就是所讲的运补船，也就是海上的加油站。有不少中国渔船嘛，因为靠因的后勤资源，才会当一直挖界掠鱼。这次金门海巡署伫湖区发现因的行踪，嘛成功掠到人。即马船长5名船员已经被押回金门辽罗港侦办，希望借此阻断这个海峡中国渔船的油料运补。减少外界掠鱼的情况。